来看国民党的立委最近是呼吁总统蔡英文伫520落任进前去太平岛宣示主权。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表示讲，太平岛本地就是咱国的主权，也毋过目前南海局势无稳定，台湾就毋通惹麻烦。也毋过，立法院的外交委员会国民党的调集委员马文君18月16日要去太平岛考察，伊讲蔡总统无要去，委员会家己去。 太平岛码头春进工程伫最近完工，南亚立委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伫咧520卸任进前，亲像前总统马英九甲陈水扁同款，伫太平岛宣示主权。不过因为蔡总统一直拢无回应，引起批评。外交部长吴钊燮20到立法院进行报时阵就讲，即马南海情势正紧张，台湾就要思考，唔通互其他人感觉咱伫咧制造困难。太平岛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，毫无疑问，也毋庸置疑。我们如何来提倡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端，而不是去让人家认为说我们又是在制造困难。吴钊燮强调，政府对南海的政策无改变，会用上好的方式展现对太平岛主权的心中。即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调委马文君就规划，伫5月16日礼拜去太平岛。 考察官兵的生活设施加建备情形，讲蔡总统若是不爱去，委员会会当家己去。当地的区域紧张，以前两位总统都有去过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紧张的问题。宣示主权，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领土应该没有这个问题。我都觉得说，与其到南海去引发纷争，不如大家一起到前线去帮我们海巡国军来打气，还比较好。民进党立委认为，无应该先引起无必要的误会，对于委员会领导考察的安排。 外交部长吴钊燮讲，虽然有记录，也过尊重调委的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